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到新的一个月开始，新的一季的开始，让我们也有预备心，让我们自己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来亲近主，来享受主。让我们一起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祷告。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能够成为馨香的祭，成为赞美的祭，成为荣耀的祭，来荣耀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敬拜你、赞美你、歌颂你。愿你施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带着喜乐、带着平安、带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富，来就近到你的面前，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摆上在你的面前。愿你来悦纳，愿你来看顾，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听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敬拜，还有诗章、颂词、灵歌，让我们在这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谢谢你施恩来带领，为我们早上的所有的崇拜当中需要的人员、器械安排，所有的规划都能够在主你圣灵的带领当中来进行。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愿你都护卫他们，保守他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的里面蒙恩，在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请听上帝的话。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朝拜你，是何等的感谢！主啊，愿你的荣耀彰显，愿你的名被全地传扬，愿你光照我们，顾念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再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诸般不义，也除去我们的骄傲。我们也愿意真心悔改，谦卑顺服。求你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也明白你的旨意，也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心中的苦处求主安慰，我们所面对的艰难也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引领，也让我们的忧虑都放在你的手中。今天的崇拜，我们能够得到重新得力，心里也充满了盼望，愿意过属灵的生命生活，来见证主的名。这一切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67首，你真伟大。我们全首都来唱。看见
3节，我再来，万物声响着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归下，天空的崇拜跟风，围绕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中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中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印文，请翻开诗篇45篇，我们10到17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是在旧约的578页。诗篇45篇10到17节，是会读上半节白色的部分，弟兄姐妹来读硬的部分。第10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王，你当敬拜。他儿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们一起来。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接下来公祷的时间，我们一起也来为下面的事项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
同胞肢体向你祷告，求主纪念。我们要为东欧国家亚美尼亚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文化中，使他们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得到救恩。我们献上祷告。我们要为台湾卫理公会总会新俊杰会督来祷告，为会督的服事、家庭、生活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是总会各同工能够与会督同心合意的配搭。我们为此来祷告。我们要为着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来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们有美好的学习。我们要为着天气进入夏季来祷告，求主使台湾夏季气候风调雨顺，人人注意环境卫生，使疾病瘟疫能够离开我们。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圣道里今天的经课，我们请赵鼎弟兄来为我们攻读创世纪还有马太福音。经课第一处在创世纪24章34到38节，42到49节，58到67节，教会旧约圣经21页。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辈、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住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42节，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呀，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迦与拿鹤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58节，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请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
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毗尔拉海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经课第二处在马太福音11章16到19节，25到30节，新约圣经12页。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这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以上是神的话。谢谢赵鼎弟兄。今天的信息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7章15到25节，是在新约的170页。罗马书第7章15到25节，由世会来读这一段。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如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上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愿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接下来是献诗，请诗班。今天的歌曲目是我歌颂你。
谢谢四班。接下来我们有一段做见证的时间，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于家显弟兄。牧师、师母，还有传道，以及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时间很快哈，我太太车祸到现在已经7月2号刚满1年，现在应该是今天是7月5号，那也很感谢主，让我再次在这边为我所遭遇的现在的苦难和这个软弱做个最佳的见证。接下来我先让各位先做一些短的视频影像，就是这个是行车记录器，麻烦上面帮我播放一下，谢谢。这个是我太太出车祸的情况，这个是在那个五福路要到那个玫瑰教堂那个地方。黄灯了，有听到闯红灯前面那个骤停我太太就从后面撞上去。这个呢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就是人生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没有办法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在相隔短短的十几分钟，我大女儿出了车祸。等一下，好，请帮我播放这一段，谢谢。这个在85大楼那边后面有一个祥裕楼的下面。遇到一个酒驾的从巷子里面出来，然后又被那个就直接撞上去了。好，所以呢，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家里面就是我的亲人遇到2个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没办法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和痛苦。那接下来，在这个时间呢，我第一时间我到他被送到大同医院的时候，他是以无名氏被送进去的。然后第一时间呢，我也是经过我太太他们公司的同事，然后通知我说你太太出车祸了，我就像那个无头苍蝇这样开着车子出去找。他大约讲说在那个地方，我就后来开去那边，就看到那个车上摩托车上面都是血，因为他鼻子出血，耳朵也出血，嘴巴也吐鲜血，那个人是呈昏迷状态。送到大同医院的时候，急诊室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只讲了一句：主啊，不要抛弃我，不要抛弃我。那时候后来过没多久。牧师就第一时间赶到来这边，然后为我太太按手祷告。说实在，我也很感谢牧师第一时间为我太太做这一切。过没多久，差不多到傍晚的时候，那时候我太太昏迷指数是6，甚至在6以下。那时候我在想，我太太到底能不能苏醒？能不能救得活，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后来感谢主，我太太在傍晚的时候就送到加护病房，就代表是还有救。如果没有送到加护病房，就是准备那个那在这段时间呢，我再播放下一个这个就是我太太在普通病房苏醒过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有一颗眼睛是没有张开的？因为那时候脑部受到创击，那所以他的有一只眼睛左眼没办法张开，因为他撞的是左边。
脑部前叶被受到撞击，然后所以导致他的眼睛没办法张开。那左边的锁骨也断裂了，那左边的肋骨断了8根，左边的胫骨呢，胫骨也裂开了。说实在，这个是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车祸。那接下来就是我太太苏醒之后，来为大家做一个说明。这边帮我播放一下，谢谢。大家好，我是米。声音可能要大声一点。去年7月2号，我在上班的途中发生车祸，差一点就离开人世了。我被救护车送到大同医院时，呈现昏迷的状况，昏迷指数只有6。那后来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才知道，第一时间陈伟文牧师来到急诊室为我按手抹油，为我祷告。在加护病房时，台语堂的属英姐妹为我床边祷告。在此很感谢陈牧师及属英姐和各位的教友1年来大家为我的复原代祷，感谢大家，谢谢，阿们。好，谢谢，阿们。好，接下来我开始我这边做一个就是见证的一个说明。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心里常浮现一个声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神在惩罚我？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常见，因为我们总想找到一个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承担这个痛苦。门徒也曾经问过耶稣：一个人生来残疾是他犯的罪，还是父母犯的罪呢？耶稣回答说：不是他，也不是他父母，而是要显现出神的作为。这个是来自约翰福音第9章第3节。原来苦难不等于是报应，神不是要用疾病或灾难来惩罚你，他更不是乐见我们受苦的父亲。相反的，他在黑暗里仍看顾你，他的同在及陪伴你走过困境。或许我们在现在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神能将生命中最深的痛苦转化成荣耀的见证，把眼泪转化成祝福。当你自己以为被责备或是被丢弃的时候，请记得在基督里，你不是被惩罚的人，而是被神看见、被他爱的人。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带领节奏都不一样，他不需要你替他加快脚步，你所能做的是忠心、温柔，并留一点空间，让圣灵自己动工。若有一天你感到疲惫、受挫，请记得那些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时刻，很可能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最深刻的工作。在信心中行动，在顺服中等候。神的计划总是比我们更美、更完全，不是凭眼见所做选择，而是凭信心回应呼召，去做神要你做的，神就会成就你做不到的。这个是来自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你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苦难与试炼不是终点，是迎接神进来的时刻。在每一次试炼里，他都把自己更多的给你。雅各书第1章第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而我呢，所遭遇到的一切，神意料之中，都在神的意料之中。神已经为我存留恩典，他已经安排好我所需要的一切。
好，我们接下来低头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恩待我，使我蒙福，也叫别人因我得福。因此，求你帮助我，信靠且顺服你的作为。求你挪去压在我心上的担忧，让我可以吃得下饭，睡得着觉，还能感受到温暖，并拾回快要遗忘的微笑。叫我这愿意全然倚靠你的人，原先身处流泪谷，现在正在站在永留恩典泉源之地。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那以上的也是献给现在正在苦难和软弱的弟兄姐妹们，谢谢各位。谢谢嘉显弟兄的见证。实际上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们都在旁边，特别是这个嘉显姐妹，她在之前呢，好像我们一起去韩国旅游，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回来之后呢，突然间发生这样子一个重大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故，不管怎样，我们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对他的赐福还有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讲经历让我们更能够坚信神的作为。我们谢谢主。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争道的时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牧师，题目是一切唯靠主耶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到嘉贤的见证，你的感受会是什么？有人说是不是他已经都完全的这个都没有问题了，家庭都一切都很平顺吗？其实并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并不是表示这个事情已经完全没有了，而是我们的心已经得胜了。我们的心已经得胜了。过去我们可能会因为事情的缘故，会因为一些的难处，会因为一些的问题，我们会灰心失望，我们会沮丧，我们会无力感，我们可能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而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他即使现在还有很多事要解决，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家里还有一些人正在患难跟病痛当中，但是他拥有的是一颗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卫斯理的父亲Samuel 卫斯理他这样说，他说内心真实的见证是最好的奖章。内心当中真实的见证，你遇到的事情，你真正去碰到的，那个才是你最对人家讲的最好的上帝的见证。别人看不到，但是你看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眼睛虽然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了，这个人他已经不再一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或许我们也曾经经历，或是我们现在也经历到这样。所以刚刚嘉贤弟兄也特别勉励说，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你并不孤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开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了千万不要当真啊。好，各位知道你要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做业务员的，推销东西的？你要怎么样把一个东西推销给两边不一样的人，都可以推销得出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你要能够把两边不一样的人，那是你的同一个东西都可以推销出去啊。有一个推销员，他就敲门，去到一个家里面去敲门，跟这个太太讲说，这位这个太太，我要跟你推销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先生为什么晚回家的300个理由。那这个太太问说，为什么我要买这本书呢？他说，因为刚刚你先生买了一本。听得懂意思吗？你先生刚买了一本晚回家的300个理由，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再去了解他讲的300个理由？
你要买这一本啊，你就可以买到，你就可以知道它有什么理由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很困难，好像两个不一样的这个人怎么样去同样的东西怎么可以给他呢？哈，好，再跟大家多讲一个哈，知道怎么样把梳子卖给和尚，知道吗？梳子啊，怎么卖给和尚？和尚没有头发啊，为什么要梳子呢？知道怎么做知道吗？有一个推销员他也是这样，去推销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哎，这个师傅我跟你说哦，这个你们有香客大楼对不对？一定会有香客来做这个来这边来拜神嘛啊。好，那是不是你应该要送点东西给人家呢？啊，那我这个梳子就送这个让你买，然后让你买去之后，你就可以送给来这边住的香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把东西卖给很困难的人？很容易啊，只要我们动点脑筋。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讲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不见得我们要有高言大志，不见得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厉害的地方。有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把好的东西给别人。当然不是因为不好的东西给别人，是好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更有效率的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知道怎么做。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尽量的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包括我们的精神意志的健康。所以有很多人都想要去比如说这个为了预防失智或是预防一些的这个记忆退化，很多人可能会去吃一些保养品，银杏啊或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好，但是跟大家讲一个最近一个新的医学的报道一个说法，他说什么？不是只有读书还有什么煮饭也可以让你的大脑可以逆龄。知道什么叫逆龄知道吗？就是可以去做菜，然后当你在做菜的当中，你居然可以让你的大脑可以逆龄。那当然这个是根据什么样的研究？是希望比较少进厨房的，或者是男生从来没有去下厨的人可以去试试看。也许当你去做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防止你的这个脑袋的退化。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建议了其实它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保养放在你的生活的当中。曾经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说，我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厨师所以不要把我放在厨房里，我不会做菜的。但是在家里我有没有做菜？我有做菜那为什么要做菜？因为压力大，因为工作压力大，所以我需要转换我的这个思绪。那所以有时候我会去做菜给师母吃所以我们家不是都只有去外面买便当，我们还有做菜的。但是各位知道做菜其实有时候当然免不了要磕磕碰碰，会伤到了这个前几天才刚帮师母做个这个切个水果，切到手指头去了好，那当然这个就是要去了解说，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你，让你知道比较有效率的，不要去伤到手，不要去这个对自己造成伤害，但是又能够把东西可以做出来，然后让吃的人又可以满意，这个很不容易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做，使我们可以有智慧，知道怎么来行。所以包括我们说这个防止退化这个东西用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信仰也应该在生活上面，我们的信仰应该活在你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只有在礼拜堂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只有活在礼拜堂里面，我们只有在礼拜堂里面关起门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我们很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能够实践。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来实践出来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圣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他其实就是把他的心境，他的心态，他在对于他自己的认识的当中，他能够做一个了解之后，才
写出这些的保罗书信里面的罗马书里面的这一段的内容，如果没有很真实的了解自己，其实是很难写出这些的内容的。好，但是要跟大家先介绍罗马书这一卷书。很多人一听到罗马书，第一个想到就是因信称义，因为罗马书里面告诉大家就是因信称义啊，我们这因着信，不是因着你的行为，很好。但是其实另外有一个内容是大家很少去触及到的，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恩典的爱，上帝的恩典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只有注意到说，这个因信称义，但是却没有看到这里面其实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的心境是什么，他的依靠在哪个地方，他能够做的是什么，他能够了解自己什么。我们来看一下15节的地方，我们来一起念一下15节，一起念来。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是很真实的，把我们的人性给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想说，那是不是我有忧郁症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找咨商师？当然我们需要去找这些的咨商跟协助的帮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说，其实跟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律辖制我们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把罪轻忽了，以为我不过就是犯了个错误而已。其实很多人不晓得说，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所以以至于我们会很容易的往罪的方向去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就是虽然我心里面不愿意，但是我却是这样去做。以前我在台北卫理堂当这个协理牧师的时候，那我很不喜欢我的牧师，说实话真的，我不是很喜欢我的主管，我不是很喜欢我的长官。如果现在用的话，刚好7月1号刚通过的那个法案，知道吗？工作那个反霸凌法有没有啊？那时候我应该如果有那个法，我可能会告他。好，但是我现在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好，可是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意思是不是我要讲那个我的牧师他有多怎么样，而是我要讲我自己。因为有一次他离开去这个外出的时候，然后他就把任务交给我，他说，今天要开会，那你就留下来跟同工一起开会啊，代替我跟同工一起开会。好，那我就留下来跟我的同工一起开会。各位，这个长官不在，老板不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好，结果上来，当我去这个开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了，我的讲话，我的行为，我的动作，我所有的事情，怎么跟我讨厌的这个人这么像呢？听得懂意思吗？我很不喜欢他很严厉，我很不喜欢他这个刁钻，我很不喜欢他的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做法，可是我居然也是这样。当我在指着白板上面跟我的同工讲说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动作好熟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挖到那么深吗？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时候我们不想做的，我反倒去做了。我想做的好，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恶，却去做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处理的很细致、很精致、很细腻、优雅、文明、美化，但是本质是完全堕落的。各位知道，我们最近新闻里面有一个在台中的某一个教会，就是这个状况。我可以做得很漂亮，做得很好，好像让人家觉得很厉害，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很厉害，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本质是堕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牧师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各位有听过以前新闻里面有什么律师会去偷东西的，有听过吗？警察会去杀人的，有吗？有没有看过你知法，你知道律法，你知道这些，但是你会做得到吗？对不起，做不到。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我们一起念来。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自己那么深的剖析，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有时我明明应该要对我的太太好的，可是我为什么看到她就想骂她呢？我的太太也常常会是这样啊，看到我就想骂我，啊，有可能呢，她可能应该要爱我啊。好，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不到，有时候做不到。所以我们对罪的喜爱，以至于让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被罪掌权了。我们想要胜过对罪的喜爱，除非我们有更大的力量来胜过。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挣扎哈，我们来看一下19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这是一个内心的呐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内心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呐喊？我无力啊，无力。你最看不见的，最多借口并且加以淡化的，就是那个捆绑你的罪。有时候我们淡化它，哎呀，不过就是我没有睡好，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看到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里面有罪性在里面，驱动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有2个律在我们里面交战啊，2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3节哈，一起念来。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把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裸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交战。你想要去做的善，你做不出来；你不想去做的恶，你去做了。肉体跟你的心在征战当中，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人看不见自己的罪，只看到自己的美德，好像觉得没有啊，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稍微有点瑕疵。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用很多的事情来掩盖我们自己。24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讲了一个从内心的呐喊跟呼喊。我们来看一下24节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4节，一起念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台语圣经里面讲什么？他说：苦啊，我的人生啊，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苦啊！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状况让你觉得相当的辛苦？怎么样能够脱离这样的挣扎？怎么样脱离这样的挣扎？所以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会看到灵性里面的软弱，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哎，我可以，可是真的事情来的时候，你恐怕撑不住。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在想说，如果今天发生在嘉贤弟兄的身上的，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会怎么办？我一样会站在台上跟大家很轻松的在谈这个事吗？还是我也是内心痛苦挣扎？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情况啊，我从来荣光堂到现在已经7年，满7年的时间。其实我也知道，我在这边跟很多弟兄姐妹相处当中，包括也送过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天家。当然，我不是说不真心，我的服侍不真心，并不是的，我也很真心在服侍跟侍奉。但是2年前，当我的母亲离开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服侍的时候，心境上又更大的不一样。心境上又更大的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真的经历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是一个多不容易的事情。那是一个多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做呢？难道没有方法可以做吗？感谢上帝。我们来看一下25节，保罗给我们一个方法。2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5节，我们一起念来。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了。信靠耶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一切唯靠主耶稣。各位，我们有一首圣诗，它就是这样唱的啊。好，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叫做
日日专心靠救主啊。这首歌是这样唱的：日日专心靠救主，每逢患难主帮助。虽我信心或不足，一切唯靠主耶稣，时时刻刻靠耶稣，朝朝暮暮靠耶稣。无论遭遇何事故，一切唯靠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唯靠主耶稣。我们不是靠自己，靠自己还是会失败的，靠自己还是软弱，靠自己你做不到。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说，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矛盾的。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我跟徐牧师之间曾经有过一些的竞争。你知道传道人也会有这种挣扎，就是我们知道说位置是上帝给的，可是其实事实上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想增进？当然想啊，谁不喜欢上到一个好的位置？但是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那一天早上我才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如果上帝要使用你的话，那么我们让上帝大大来使用。但是如果上帝使用别人的话，使用别人的恩赐，那么我们就站在一旁，让上帝可以使用这个人。结果下午的时间，试探就来临了，试炼就临到了。消息是，哎呀，徐牧师得到那个位置了，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那我呢？我怎么经营了这么久，没有任何的位置，怎么办？祷告啊，祷告啊，心里面难过，祷告。上帝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顺服你。感谢上帝，我说徐牧师他其实做得比我更好，在那个位置上。当我能够了解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自己，是要依靠上帝的，一切唯靠主耶稣。所以认罪不是为了上帝的益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讲说啊，是不是我认罪悔改了，上帝就荣耀了？其实不是，上帝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是为了给我们的益处。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要更多的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生命都有美好的旨意跟计划。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耶稣不是让你变成更好的人，而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各位知道有一个人叫做 C.S. Lewis， 他说什么？他说好人跟新造的人，他说上帝不是要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旧人，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不是的，而是让你做什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你成为新的人，你不再被罪捆绑跟辖制了，你不再被那个挣扎给困住了，因为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新的人才能够胜过罪的挣扎跟这些的律，只有新造的人才能够得胜。所以不是要教大家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好人，不是的，你做不到好人，唯有谁可以帮助我们？唯有耶稣，在耶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特别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不要期待自己做一个好人，而是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罪使人的思想跟行为抗拒上帝，所以罪让我们对上帝的事情是厌恶的。所以你对上帝的事情不喜欢、不想要，你会发现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对上帝的事情是厌恶的，是不喜欢的。罪用何种方式出现，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就是一个不洁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不洁的人，也在不洁的民中。然而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不是我们犯了罪才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做这样的释放。所以世人的罪就是想要上帝的好处，但是不要上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只要上帝的好处？上帝赐给我，以前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台语的顺口溜，上帝赐我吃，赐我穿，赐我欠钱免还啊。很多人是想要这样，但是世人的罪就是什么？想要上帝的好处，但是不要上帝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会有一些挣扎在里面，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善跟恶的律都在争夺生命的主权。所以我们会心里面常常会有交战，所以如果你的里面有挣扎、有痛苦、有这些的难处，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去做了，这个挣扎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里面会有两个欲望在跟我们相争呢。但是我们最常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常常忽略自己的问题，甚至把它不当作是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包括资深的传道人，包括牧师自己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地角乌噜噜，专关张罗教牧师啊。越资深的弟兄姐妹越可能会掉进地狱里面，为什么？因为越不愿意悔改。牧师当的越资深越久，也可能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让我们会感到困扰的东西就是羞耻。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是这个极端，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不是不愿意认罪，就是极端的羞耻，认为啊我就是一个罪人，我永远没有办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羞耻反而又是另外一个谎言，是让我们不能够得自由得释放的。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来，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而不是一个羞耻，不是一个羞辱。上帝不要我们成为一个羞辱，或者是成为一个羞耻，我永远做不到。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不敢认罪悔改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永远都是个罪人，我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能够胜过这个状况。然而不是的。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在基督里我们就重新的能够得回那样的身份。十字架是最羞耻的记号，因为以前那个是罪犯，那个是犯罪的人，一个对国家不忠的人，或者是这个叛国的人，或者是强盗杀人者才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十字架就成为荣耀的记号，不再是羞辱的记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耶稣做你的荣耀？耶稣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重新的得回荣耀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在基督耶稣里活着，我们就脱离罪跟死的律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请记得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基督不是只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而活，这个才是福音的整个重点。耶稣不是死了而已，耶稣也活了。因着耶稣的活，我们的福音才是完整的跟确认的，不是只有叫你认罪悔改，而是耶稣的活证明我们也靠着他而活的。所以以耶稣的眼光来看世界，以耶稣的心情来体恤人，以耶稣的灵来祷告祈求，活着就是耶稣。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不是叫你努力活，是耶稣来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耶稣在你的里面活，让你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对于我们自己一个最好的事实就是什么？我们是活在基督里的。我也许是个罪人，我也许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我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能够来得着你，来享受你。不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罪人，而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脱离罪跟死的律，使我们能够来胜过脱离罪的辖制。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分享，感谢主，我们可以靠主。虽然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做到我们想做的，但是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好，接下来是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来齐力来唱《新联扬诗选》300首第1段。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这样说，他说，如果你经历到内心中的冲突跟挣扎，表示你的灵性还是活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心里面有冲突跟挣扎，就认为说好像我很没有办法来得胜，我没有办法胜过，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跟重担。我们的挣扎跟冲突更需要看到跟见证，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信主的时候是在国中的时候，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国中的孩子，有一些年轻人在我们的当中。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年纪，因为你还是可以认识上帝的，你会认识上帝，上帝也要让你认识他。我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的出生长大的，所以小时候因为父亲离开，所以我常常会听到妈妈的一些的心声，所以那时候对父亲有恨，这是事实，因为父亲离开我们。可是当我长大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我居然也恨我的妈妈。我应该要爱我的妈妈，可是我却恨我的妈妈。为什么恨她？但是当然这一切是我造成的，因为我跟我的母亲说，那时候我的母亲被家暴，然后我跟我的母亲说，跟她离婚吧，不要再挣扎了。看起来好像很洒脱，很厉害啊。可是当我长大的时候，我居然恨我的母亲。我恨我的母亲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多坚持一下呢？你为什么不多坚持一下？你如果多坚持一下，我不会没有父亲，也不会这个家庭是破碎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耶稣，我认识了耶稣。所以当我了解，其实我应该要疼惜跟爱我的母亲，可是我却是恨我的母亲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大的挣扎。后来当我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我跟上帝做这样的祷告，我说主啊，我没有父亲爱我，请你做我的父亲，请你做我的父，免得我以后长大了，我是个男生啊，免得我以后长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当一个父亲，我不知道怎么当一个丈夫。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跟师母的关系还是维持得很好。我很感谢上帝，虽然我那时候没有父亲的遮盖，但是我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失去
当一个男人的责任，跟当一个男人所应该做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见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省察我们的内心，了解我们自己是谁，并且了解我们需要主耶稣。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俯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参同工到台前来。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会有我们的年轻人帮大家喷酒精，我们也尽量在安全的环境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圣餐礼。那我们的同工会发给你饼跟杯饼跟酒，然后我们沾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来使用，然后回到我们的位置上，让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让我们重新的在上帝面前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用安静的时刻来祷告，与上帝恢复交通。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没有关系。如果你信了，那么就让我们能够把手放在心上，来领受从主来的这样的一个圣体与宝血。愿上帝带领我们。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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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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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是？等一下。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让我们来到台前，我们恭敬到主的面前，谦卑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领受赦罪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并且他也为我们而活。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丰盛的恩典，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不在罪的辖制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4楼的同工弟兄姐妹也请到3楼一起来领，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恭敬的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来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来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耶稣为我们承担这一切，让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使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但是还没有受洗，让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在心里面来领受，用你的右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在心里面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赦罪的恩典一样要临到你的身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赦罪的恩典必然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我们领完之后，我们直接吃了
喝了，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位置上，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座位上面重新的回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让我们回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回到我们跟他的爱里面。也许我们可能曾经怨恨过我们最亲爱的人，也怨恨过上帝。如果你知道你心里面有过不去的坎，如果你知道你心里面对上帝有这些的难处或疑问，你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跟亲近。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里。回应礼，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与主合一》新灵粮诗选300首的第2段。请坐。奉献礼，请诗献到台前来。好，让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让我们一无所缺。主啊，这个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奉献你所赐给的一部分，奉献在主你的台前，求主你使用，也祝福每一位。谢谢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诚歌。接下来是拆迁礼啊。那我们先介绍有2位新朋友啊，一位是刘敏汉，欢迎你啊。另外一位是曾婉玲是夫妻嘛是啊，我们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第2段的时候，我们就起身拱手问安。请坐，请回座好。感谢主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教会的事工要报告一下。今天主日之后，11点45分，在5楼了要召开夏令营的筹备会，还有这个队服训练，那请相关人员到时候参与另外就是在今天1点半，在4班的练仓完了之后，在201教室会有成组的会议，那也请相关的同工们留步参加。7月份的执事会是在下一周，7月12号主日后召开，邀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第5项，总会的牧子退休会在8月3号到8月5号3天了是在金门举办。
我们的伟文牧师还有师母都会前往参与的，请为所有的牧者往返的平安来祷告。好，暑假在7月跟8月，每周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会有开这个台语读经班，这个内容是旧约的路得记，还有新约的雅各书，欢迎报名参加上课的时间是7月18号，请报名请加伟文牧师。然后第7项是本堂义务传道林基博传道，还有狄华传道跟潘慧珍传道，要在7月19号还有8月2号这2个主日之后，11点40分到12点半，在201教室会各开一次福音桥还有视律的传福音训练，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报名参加。如果是报名也请洽建引执事还有基布老师。好，第8是卫理公会的全国姐妹会的夏令营已经开始报名了。活动的日期是8月7号、8号2天，是7、8号，对，星期5、星期6。地点是在榆林3号国际酒店。那欢迎姐妹们可以参加，报名的截止就是在下一周了然后总会的青年事工 MYF 夏令营，它的名称叫做全员陶醉中但是这是谐音了是陶醉就是逃离罪恶。那是在7月16号到18号星期4到星期6，地点是在桃园的龙潭渴望园区那欢迎参加，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暑假7月25号到26号，我们的教会会举办暑期儿童夏令营，还有青少年的 AI 营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受理报名是在今天截止了欢迎弟兄姐妹可以邀请儿童还有青少年来参加并且为这一次的活动关心代祷还有奉献。另外是卫理公会宣教活动是在南区场，是8月22号地点就是在本堂。那这个活动是透过互动的体验宣教士的见证分享，还有宣教的闯关活动来看到这个上帝在世界各地的工作这个部分我们报名费是200，但是呢本堂的会有部门经费支出了这个稍微知道一下。另外就是新一季的卫理神学院的课程喜音哀歌苦难神学探索，我们老师是刘清浅老师这个课程是9月11号星期5晚上的7到9点地点也是本堂。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参加报名。那继续的为这个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可以参加实体的周4晚间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总会的建堂消息也继续请大家关心。好，我们就报告到这里。牧师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补充的报告那我们有一个总会办的一个宣教营，在我们的8月22号，那这是一个桌游营那牧师这边特别再跟大家做一些的宣导，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参与宣教的事工。那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出国去了上帝现在给我们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让一些外国人或是一些从国外来这边工作的人，他们能够来到我们的台湾，那让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来跟他们做接触像我们当中有一些
从这个越南、从印尼、从这些国家来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来我们这边工作，那也是我们一个可以做宣教的机会。那当然包括你的各种不同的族群，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宣教的学习。那我们这个总会的宣教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我们会请这些的宣教士来现身说法，而且他们会带大家有一点桌游的游戏的活动，让大家可以体会那个这个叫做宣教的一些的事工那求主来带领，让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可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灵修祷告，让我们也出外成为一个本地的宣教士，成为一个接触人的宣教士，让我们也可以跟人有美好的交通。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能够来来看跟了解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在礼拜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安排，就是我们会邀请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做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邀请你能够在结束之后，就请你到第一排的位置上来。那我们会有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牧师，我们会跟你有一些接触跟认识，跟你介绍教会里面的一些的我们的教会是什么，然后我们的活动有哪些，然后让可以跟我们的教会有新的认识所以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能够到台，等一下会坐到第一排那我们会跟我们的同工会有一起的一个配搭的服饰。好，那我们也请我们等一下请那个德强弟兄还有美燕姐妹，等一下你们也请你们留下来在台前的地方由上帝来带领，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谢谢主，让我们的眼光是新的，我们的说话是新的，我们的行动是新的，我们这个人更新变化，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样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另外，今天呢，新朋友就欢迎你们到前面来牧师还有教会的同工会接待跟关心你。好，谢谢大家。